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实在过得真紧，一年啊，你要搁结束了。咱今仔日已经来到了12个月的最后一个月。咱伫一个月内面啊，我相信真侪人拢咧备办圣诞节生理可能比以前较好咱感谢主的恩典，但是咱毋通袂记得数算神的恩典。伫一年当中咱经历到真侪的代志，上帝拢一项一项、一件一件为咱解决。咱伤心烦恼的时阵，上帝就安慰咱；咱拄着问题的时阵，就帮赞咱。咱心中无平安的时阵，伊就使咱平安，互咱看出上帝甲咱同在，以马内利。所以12个月的时阵主耶稣降临就是代表耶稣出世的时阵是上帝甲咱同在，以马内利。咱今仔日仍然借着这个梦顶的聚会，撒合伫遮敬拜上帝。所以无论你现在伫什么所在，伫本国还是伫外国，本市还是伫外省，拢有法通借着神的话语，伫咱这个特别的日子内面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代当中，得到上帝话语的安慰甲帮助。所以咱毋免惊，因为主是咱的天父，咱一切需要伊拢知影，咱一切问题伊拢看见。因为咱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所以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伊知影咱一切需要甲问题，咱才着祈祷，将一切重担卸托神，因为伊顾念咱。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伫遮聚会，咱可能借着祈祷，借着神的话语，互咱心中有主的平安，甲咱同在。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看顾甲保守。伫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坐着做王，伊有法通掌管一切。特别是阮属于你的囝儿，这个世上怎样的变化，但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权能永袂改变。感谢主，阮有这位的天父，阮实在是真有福气。求主继续来带领阮前面的道路。虽然阮毋知影前面的道路是啥物，但是阮知影，迄位牵阮的手，带领行阮后前道路的，就是阮的天父。所以阮通放心，得到安慰，毋通惊吓。这是上帝话语常常的安慰，毋免惊吓。所以阮就通放心伫上帝的内面。阮将这一切交托你，阮将这段时间也交托主，求主甲阮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互阮搁较明白你的假使甲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宝座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世界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各位兄弟姊妹，12月是咱海外的一个国家伫咧庆祝圣诞的月令。我相信伫这个12月内面啊，生理人特别无闲，有诶什物团体可能会来计划拍算要怎样来安排这个庆祝圣诞，教会我相信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咱会庆祝毋是叫世间人一样的，咱是属灵的团体，是属耶稣基督的行礼。有的人庆祝圣诞，因也无信主，因只是得到这个社会的一款的庆典的活动，借着这个机会放纵情欲，食啉拔铁，就是真紧的就过去。但是咱信主的人过这个圣诞啊，应该较特色有意义，主要是要讲世间人解释来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来到世间的这位救世主啊，耶稣，伊讲成伫这个世间的意义是啥物？咱向世间人用各款的方法来表明、来解释，讲因讲，这位耶稣基督乃是要拯救每一位相信的人。只有借着主耶稣，咱人生才有盼望，才有意义。所以有的人可能反对庆祝，但是有的人借着这个机会来荣耀主的圣名。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啊！讲到圣诞的故事啊，咱逐年拢咧讲，拢听习惯咯。但是因为圣经内面关于主耶稣诞生的代志啊，是真正的神奇啊！充满着神力奇事啊！当咱听了后真正会好奇，真正会欢喜，互人有一个对将来有一款的盼望。所以圣诞主耶稣降生的故事啊，是百听不厌愈听愈有兴趣。当咱咧讲到耶稣的故事圣诞的故事的时阵啊，等于咱逐年咧讲，逐年咧听。但是咱有法通借着听旧的故事，有法通稳固而知信借着圣灵的帮助，可能伫神的话语内面的圣灵佫光照咱，互咱得到神的亮光，得到一个新的启示，互咱
过咧即个圣诞节啊，搁较有意义，吼、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知影世间人啊，对于上帝、对于真神的理解啊，是无相同的。独独咱信主的人吼，因为圣经的会讲解，圣经会带领，圣灵会带领，互咱明白，即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乃是真神。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神咯。所以咱深信不疑啊，无犹豫，即位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是真神。伊为着要拯救世间人啊，伊差派伊的独生囝道成肉身来到降临来到这个世上，为着要来拯救世间人。所以咱这个圣诞节啊，应该过得更较有意义。那么咱知影世间人对于上帝、对于神的看法啊，真侪无相同。有的国家甚至摆真侪偶像啊，真侪跩鬼神的代志真迷信。有的国家是摆几千几万的将个假神啊、偶像咯，甚至有的将牛当作神，将骡子当作神，将跩动物啊当作神来敬拜啊，真可怜哉咱求上帝怜悯将这福音就向因传讲出来，互因明白这位真神，明白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咱今仔日要借着这个关于伫这个约翰福音是咧介绍这位耶稣就是神，伊的宗旨，伊的目的是安尼咱要借着约翰福音来讲到这个道成肉身以前的救主是怎样的，或者是讲到创世以前的这位救主伊的情形是怎样的当咱听了后，搁较明白咱的救主是怎样的这位救主伊毋是普通世间人所相信的跩鬼神偶像的代志，乃是实实在在这位救主耶稣也是神。互咱明白了后，来跟地主耶稣，跟地伊的道路来行，就行伫正路内面光明的道路，互咱搁较有盼望。所以咱要借着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1节到第5节来讲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伫来到世间以前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头一点咱是要讲到关于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以前的事实情形怎样伫第1点咱是要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伊甲天父叫圣父的关系是怎样的？圣经是安尼讲：太初有道，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道就是道路道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就是道甲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第2节，这个道太初就甲神同在了所以头一点互咱看出什么圣经宣告proclaim 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太初是永恒的，从太初就存在那么咱要讲这个太初约翰福音这个太初有这个道，那么这个太初是什么意思太初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初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圣经讲in the beginning 太初。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太初，甲这个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1节伊也是讲到 in the beginning 是起初虽然汉文的翻译无同
约翰福音是太初有道，但是创世纪是讲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其实这个起初这两个点所在原文是相同的，拢是讲到起初的意思。但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的所讲的这个太初是起初是啥物啊？创世纪的起初就是神创造的开始啦，起初的意思啊。这个起初就是神创造的开始，也是时间的开始。当咱读这个创世纪第1章第1节的时阵虽然只有规律，起初神创造天地，只有7日内面，但是伊内面包容的真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伊一直讲到啥物呢？咱在创世纪的头1章头1节说起初，这个起初是啥物啊？神创造天地。这三项起初叫天地，是代表什么啊？代表这个宇宙间的三项无法通缺少的物件的元素是什么呢？太初是指时间的开始，神创造宇宙万物物质时间的开始，所以神创造时间。天是空间的意思。当这个地甲万物也未创造时的时阵伊就先创造这个空间天就是代表空间。什么叫做空间呢？空间，咱若讲到面积是长甲宽就是3尺宽5尺长5尺长，就是3500是15个 square meter 平方米。若是加上这个宽度呢，长宽甲宽度就形成什么空间英文叫做 space。所以物质若无这个 space， 所以物件要徛咧倒落这个伊这个是这个物质若无这个空间要徛咧倒落那这个伊伫时做的伫时徛伫遮的这个是讲到伫时这个是叫做空间这个是叫做时间所以这个世间有时间、有空间、有物质，就造成宇宙的万物真奇妙的。所以这个太初咱怎么讲到创世纪的起初是讲到时间的开始、创造的开始但是约翰福音讲太初是啥物呢？伊讲太初有道，是指啥物也无有时间以前伫过去永远的时期内面这个道就存在了。所以是讲到也无时间的以前会永远的以前就有这个道的存在了。所以这个讲的太初有道，太初有道，这里有哩是什么意思这里有哩若是伫文化顶面来讲这文化就是过去的未完成式的继续，英文的叫做 past continuous tense。past continuous tense 意思就是过去发生的代志现在也佫现在以后将来一直佫落去。到底这个是什么款的文化呢？有一句这个句咧譬如说 ，My brother was cooking. My brother was cooking. 这个 cooking 这个 was 是过去的咯，是 past tense。cooking 是继续落去，所以太初有这个道，这个道是伫时有就是顶摆就有的咯。古早
永远的时阵就有诶咯，也无时间的时阵吼，时间未出现的时阵就已经有咯。啊，时间出现的时阵吼，伊继续有，一直到将来永永远远的继续有。所以这个道的存在啊，是过去就有，现在有，将来永远是有诶。哦，所以太初啊，是古早的永远以前啊，就有这个道，以后也个道，有这个道继续落去，无停止的，是继续落去，直到永永远远无结束的。这就是道，古早时太初就有了。那么这个道理吼，伫希腊文啊 ，Greek 的意思啊，叫做 logos。这个 logos 哦，英文的叫做 word，伫咱汉文的就是言语，也是话语、语言讲出来的话意思。当上帝伫创造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咧讲到神咧创造的时阵吼，就是用话语来讲就有咯。啊，上帝来讲有就是有，要创啥物就有啥物。所以创世纪哦，第一章迄搭第3节安尼讲，神讲要有光，就有了光啦。是有光，光就出现了。哦，而且要有空气，哦，所以上帝讲说，伫水的中间就有空气，所以就将水顶面的水甲下面的水分开，中头这个部位哈，这个地球的顶骹这个部位就是有空气咯。所以上帝咧创造是用道、用讲话、用 word 来创造。所以古早时的犹太人啊，一个叫做菲洛吼，伊讲到这个道吼，意思就是讲到神的心意，神要爱安尼，爱创造这项物件就创造。所以这个路过这个道吼，就是神的心意，也是创造世界的工程师。这个道，伊就是这个工程师咧创造的，而且是神交创造的这物件之间的中间人啊。所以哦，就是指个耶稣哦，伫创世以前哦，会永远的是的以前啊就存在了，已经存在了。这个就是道啊，伊就是上帝的荣耀甲心意啊发出来的这个道。所以圣经内面啊，1章第18节啊，约翰啊，伊说从来无有看到神啊。从来无有人看到神，只是只有伫爸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啊，将伊表明出来。所以哦，人无看到上帝，但是有这个道，有这个耶稣，人才有法能明白，有法能知影神。人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等于看到上帝一样。圣经内面佫一句“道甲神同在”是啥物意思呢？这句话哦，就是道甲神是一样的，道甲神是一样的，是有上位格的上迄个 person 的。上帝有几个 person 啊？有3个，有圣爸、圣子、圣灵3个 person。虽然是3个 person， 但是因啊，这3位吼。person 哦，是本性，伊的 nature 是相同的，伊的权能啊、力量吼、权柄啊，也是相同的，伊的荣耀也是相同的，伊的地位哦，也是相当的相同的。所以因也是同时存在的，无一个较前，无一个较后啊。到底是圣爸先有，还是圣子，还是圣灵啊？无先后，是同时存在的，哦，所以因的心意也是相通的，哦，上帝的心意啊，神听世间人要来救世间人，有找耶稣，也是有这款的心意要来世间人，圣灵的帮助，叫世间人认罪悔改，认捌神啊，认捌主耶稣，也是神的工作。所以伫这个救恩当中，因3个心又是相交相通的，
一直到永永远远，真奇妙啊！咱用人的言语真艰苦形容出来，但是神的话语就是安尼甲咱表明咯。所以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安尼讲啊，讲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形象啊，无以家己甲上帝同等有强夺的因为伊要降世，所以伊就无叫上帝甲伊同等伊是降价谦卑来到世间的，但是伊有神的形象。第2项，咱昨仔头一点啦，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即位道道甲天父的关系甲天父的关系，伊的意思就是宣告即个基督是永恒的第2项呢，是要讲到上帝宣告基督甲神道就是神啊，基督就是神。道就是神啊，先讲道就是神伊的意思即个诗道就是迄个诗的原文是过去式的毋是现在才有的，是耶稣未降世，道成肉身未降世时阵即个道即耶稣就是神咯。所以即个诗里就是过去的 past tense， 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叫天父是神，伊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这个诗里就是这个道就是叫神同在叫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意思道就是神，就是说这个道就等于神，也是道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耶稣捌讲一句话，伫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曾经讲到，耶稣讲说：“我甲神原为一，我与神原为一。I and Father are one。”伊叫神就是一的，无分开的。意思就是神有啥物款的神性，有啥物性情，这个道，这个基督也是有同样的性情，有啥物位格伊有啥物这个本性有慈爱有信实，有公义，全上帝圣父有，圣子耶稣，这个道也是有的。但是在异端古早的异端因讲说耶稣本来是一个平凡的人后来是伊本来毋是神乃是伫这个伫历史的这个时间点内面伊成做神所以神才借着伊来创造这个天地，这是错误的道理因为圣经讲道就是神，也无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阵这个道耶稣基督就本来就存在的咯，伊毋是被创造出来的伊是叫圣父是同等是对永远开始就有了，直到永远的所以真正会道耶稣是过去以往的永远内面就存在了，伊就是神咯。所以神的本性，伊的就一切，伊的永恒咯，伊的 perfect 伊的公义，这一切耶稣拢有所以这三位的一体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位这个圣经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互咱明白这一点。第二项，要互咱看出这个道耶稣基督甲宇宙的关系是啥样？昨仔咱是讲到这个道交天父的关系，即阵咱是这个道耶稣基督交宇宙所物质的物件的关系是啥物的
所以即摆甲咱讲到头一点，是甲咱讲，伊是独一个创造者，道是独一个创造者啊。圣经讲，无有一项的物件物质毋是借着伊所创造出来的。Nothing exists that He didn't make。意思就是所存在物质的物件，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就伫遐也创造了啊。所以圣经约翰第1章第3节安尼讲，万物是借着伊，这个伊是指耶稣，指这个道，万物是借着伊做的，凡若被做的物件，无一样毋是借着伊来做的。意思是上帝所创造的物件，耶稣是伫遐咧创造，是同款的。所以万物是借着道，借着耶稣来做的意思。即句话的意思万物是透过啥啊？透过耶稣基督，才正做存在。若无这个物件世间的天咯、地球咯、山咯、水咯，这一切海咯，为什么会存在啊？是因为这个道伫咧创造，才有这个物质的存在。所以感谢主。所以咱有法人讲，说耶稣咱称呼耶稣是互无变有的上帝，也是安尼。上帝是互在物质无变有的，耶稣说有就有，上帝讲有就有，命立就立，也是就安尼成立咯。所以耶稣基督这个道是万物的源头是个根源，也是最终归托伊。所以耶稣是开始，也是创造的终结。所以这就是伊甲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交这个宇宙万物的关系。第二项讲到，伊是生命，伊也是迄个光。He is a light and a life。圣经讲。伊讲生命伫伊的内头，生命伫伊的内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内面，黑暗却无接受迄个光。讲光伫伊的内面，意思就是说耶稣有迄个生命，耶稣就是生命，所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借着我，无法通到天边遐去。所以耶稣就是生命，伊也是人内面的迄个光，所以咱看这个自然界神一创造，主要说一创造，就让迄个规律物质的规律继续行落去，就变说创造在地球、日头、月亮。叫做星，伊创造了，伊就伫遐继续运行咧，就将迄个规律放伫遐。所以创造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有春夏秋冬，在日头交地球伫咧运转的时阵，有变做气候春夏秋冬。所以这个规律落去的时阵所以就产生各款的季节，春天的季节。夏天、秋天收成，各款的按照伊的规律来运行咯。所以这个耶稣是交这个创造有关系，也是伊内面有迄个生命，内面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互咱有意义当人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若无耶稣的生命咱活咧无意义当人这个生命这一结束的时阵，这一死去的时阵，耶稣的生命就是等于无死亡的，因为咱有耶稣的生命，咱的生命才有永生，才有法通直直继续落去。所以有耶稣的生命，就是等于
无死亡。所以人若相信耶稣，接受伊的生命，咱的生命也是无死亡的，是直到永永远远的。但是人若无接受耶稣的生命呢？耶稣的生命若无伫伊内面啊，所以伊一个死去的时阵，伊世上的全厝、房厝、车队，叫伊一切的财产，伊的囝仔、伊的太太、伊的全一切哦，当伊结束伊的生命的时阵哦，伊就空空咯，无咯。咱信主的人哦，伫世间的物质，咱无看重在世间的物质。虽然咱有需要，但是伊毋是咱最终的目标，因为咱还有一个永远。世间人无迄个永远咯，伊可能伫世间活真物质上真好的享受，但是伊一结束伊的生命这一切交伊就无关系了，就是等于空空咯。所以古早时有一首诗一首诗安尼讲啊，当伊无信主的时阵伊内面无耶稣的生命，啥物？伊讲到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残伫手中？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呢？车也空，太太也空，囝也空。红泉啊，红泉就是死了后的路顶不相逢，就是袂相拄咯。你即阵是你的太太你这是你的子孙你死了后，你就无关系咯。田地也空，地也空，咱转眼人就会死去只有山头的一幅土，这个就是咱的归属坟墓。死了后，还有一个审判，审判后就是咱无得救，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受苦伫地狱内面。所以咱讲生命，耶稣互咱生命，伫伊内面有生命，所以咱伫伊内面也有生命。这个死亡交咱就无关系咯。虽然咱肉体会死，但是咱迄个灵魂叫将来迄个身体的改变是永远的、光明的、有盼望的、袂朽坏的。感谢上帝，你有了这个生命无咧？你若接受耶稣生命，你就永远的生命。毋但你活伫将来有盼望、有意义，一直到永永远远，你是光明的、有意义的，因为是永远的。感谢上帝，毋知你有耶稣的生命无？这个光啊，耶稣也是光，光来到世间，受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影响啊，人爱犯罪，人向伊传扬福音，你着信主伊拒绝。为什么呢？魔鬼底下咧做工，魔鬼撒旦也是黑暗的，无爱人有迄个光，无爱迄个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互魔鬼控制咧。因为伊的生命到这个世间，无论怎样出名有地位，还是偌济金钱财宝，拢是暂时的。独独主耶稣有法通，伊是生命，也有法通赐予生命，咱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并且在你人生当中，伊是咱的光。光，这个光的意思其实毋是行伫黑暗内面的。这个光有法通互咱搁较照亮咱的内心，互咱搁较明白上帝的奥秘。这个光照伫咱的心，互咱知影家己内心的黑暗。哎呀，我犯罪了，我毋对了，你会知影，伊个照亮你的良心。有的人虽然无信主，伊有良心啊，但是伊的良心失去了伊良心的时阵伊就麻木了，伊就犯罪毋知影是罪。可能伊做伊也无力量来改变伊的罪行，所以人伫黑暗当中从魔鬼控制咧。人若有迄个光，伊就知影选择，所以行迄条光明的道路。
因为有圣灵伫咧引带，伊知影毋对，但是无力量通过。但是有迄个光的时阵，有圣灵的帮助伊过，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继续叫上帝恢复迄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咱看到真侪人啊，咱向伊传扬福音，伊硬着心毋接受，有诶啊，干若到最后一涂开的时阵伊才接受主耶稣。但是伊伫世间无享受着上帝的恩典，甲真侪福气咱活着应该着有主耶稣的生命，若无咱失去意义，失去永恒的荣耀甲福气。所以有上帝的生命叫光照的时阵人生就改变了，伊变做一个人咯。伊顶摆无相信伊相信，伊听上帝，伊也是学习了听人咯，伊也是愿意行伫真理当中咯。迄罪恶的代志顶摆真昏暗，无爱行伫黑暗罪恶当中，因为伊是行伫光当中，伊是光明之子，上帝引带伊行这个人生光明的道路，所以。人得接受主耶稣的生命，才有圣灵伫遐咧带领伊行光明的道路。所以有了这个真光圣经讲耶稣就是真光照亮一切伫世间顶的人。所以信了耶稣的人，耶稣的真光就有法通照明伊内心的目睭，伊才会看清楚。咱逐摆说看破人生咯，看透人生咯。伊目睭光咯，伊才会看清楚人生是啥物。耶稣的真光就有法通照出人生的黑暗所在，互咱明白上帝的假使。有了这个真光人才会悔改认罪，这个离恶行善这项代志，加得胜的生活。所以咱今仔日会讲解讲到耶稣未道成肉身圣诞节主耶稣未出世的时阵，伊的身份是啥物互咱知影，伊就是道，道就是甲神同在，伊也就是神咯。伊这个伊交天地的关系是同等的，伊也是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伊也是有伫伊的内面有生命。来光有迄个光来光照犯罪的人伫黑暗当中，伊拒绝这个光，无愿意接受，因为有魔鬼控制咧。但是你谦卑听到上帝的道理，愿意接受，你就福气了因为上帝要带你到永远所以迄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亮光的人实在大有福气了。因为因将来伊要看见上帝的恩典伫伊的身上，基督的丰富的恩典甲真理伫伊的内面，并且伊伫生活顶面有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这个光要照亮正像圣经内面所讲的，伊是奇妙的圣灵伫人的心内伫咧光照的作为是互咱会法通悔改，知影家己的罪咱如果伫生活顶面蒙恩，叫圣灵配合作的时阵配合的时阵就互伊伫咱的心灵的深处来互伊完全的来光照，互伊来带领，互伊来引带的时阵咱的生命就丰富，就搁较有意义。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圣诞节你要到，咱今仔日头先来明白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个道到底是情形，伊的情形怎样的？咱以后咧过圣诞的时阵咱就搁较明白耶稣降世意义。咱每一礼拜拢是要
一步一步的会讲解这个圣诞节的意义，耶稣降生的意义是啥物？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啊！愿上帝的恩典、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伫这个圣诞节降临以前，阮先来明白这位道成肉身要来到世上的这位道，也就是耶稣基督，伊的情形啊，伊毋是世间人所讲的一个教主啊，因为这教主是有限的啊，只有耶稣基督要临到这个来世间啊，来拯救人，伊是对永远到永远无穷无尽的，伫伊内面有生命，有丰富，有恩典。凡信靠伊的人，实在是有大有福气了。所以求上帝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圣诞节的时节，陪伴阮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啊，来过着蒙荣耀上帝的生活啊，也可能将主耶稣的福音传到咱的亲人朋友，互因明白这位救世主耶稣基督。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